喺台灣，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及嘅京華城貪污案，一審宣判囚17年，褫奪公權6年，意味喪失2028年參選嘅資格。由何永薇報導。柯文哲下晝去到台北地方法院聽取判決，面帶微笑。佢被指擔任台北市長期間，喺京華城改建當中收取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1710萬新台幣賄款，同時被控將支持者嘅捐款挪為私用，審訊歷時超過1年。法院認定柯文哲收受210萬賄款有對價關係嘅存在，本質上係前金後借，即係前期金額可能少，但通常後借金額好多。但強調金額幾多並唔係定罪嘅關鍵，只要具備對價關係，仍然可以構成犯罪。至於檢方指控1500萬賄款，部分係供述證據，唔能夠據此認定犯罪事實。法院認為柯文哲為咗祈求財團雄厚實力支持，收受210萬賄款，並且違背法令，令到京華城公司取得不法利益過百億，而喺飯後完全未能夠正視自身錯誤嘅態度，嚴重耗費有限司法資源。法院最後決定判處柯文哲貪污罪監禁13年，褫奪公權6年。兩宗公益侵佔政治獻金罪各判刑2年同3年6個月，挪用款項背信罪就判刑2年，4罪合併判處執行17年有期徒刑，以及褫奪公權6年。案件可以上訴，柯文哲向法官表示自己唔會逃亡，請求解除電子監控，以及減少7000萬嘅保釋金額。不過法官決定維持柯文哲現有保釋條件。根據台灣法例，遭到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不得登記參選，而未柯文哲喪失2028年參選資格。至於同案其他主要被告，國民黨嘅台北市議員應曉薇被判囚15年6個月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就被判囚10年。民進黨話唔評論個別個案，請當事人尊重司法，勇敢面對。台北市長蔣萬安就話案件只係一審階段，期望勿枉勿縱。Now TV 記者何永薇報道。美國白宮宣布，總統特朗普將會喺5月14至到15號國事訪問中國，並且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。喺北京，外交部話中美雙方就特朗普訪華保持溝通。由郭慧儀報道。